头拍甲酸啊，阁唔起来。安怎？你昨是去对啉酒，那啉到遐暗才转来？家长，我个想讲看球有生理无，甲一寡客吼，食讲啉酒啦。啊，敢做有生理？无啊，无半项啊。侥幸哦！啊，做无生理，阁啉到要假死。好，你好好休困，我来洗啊手顺一下，吼。好啦，较早，唔免啦，我叫阿夏去顺啊。啥货啊？也未刷入门，啊，就叫去关工哦。较早，我知影你要讲什么代志，放心啦，我咧仰望阿夏遐个嫁妆，我袂对伤歹啦。好好休困哦。我哦，看人上准啦。阿霞甲恁斗阵遐尔久吼，绝对袂互咱失望的啦。大姐啊，你毋通无一碗绿豆汤甲你买死啊！我遐尔哪讲，啊一碗绿豆汤，就想要甲我外边仔买收。人欠咱半个月薪水，你搁咧甲人学老？啊霞就遐食好，就着你看，迄点亲子啊，咱食免惊咧。啊若话遐迄个老头家娘哦，哈，食较歹的啦。无啊，啊你是安怎？目睭叫甩用着咯？无啦。工课毋做，哪食物件哪讲人是非，请安尼遮哪路用？老的啊，你若要创啥哦，就爱有迄种气力啦。阮逐个拢听你半个月记万尔咧，迄若毋是阿霞甲阮拜托哦，阮早就阿婆人讲吼走了了啊啦。好袂好袂，迄若做袂下，要歹做，逐个拢做袂了。有钱就走啊！食粮烦人听啦，讲叫阮逐个爱转去食家己啦。阮是爱转去食家己较妥当，也是爱倒来遮，互人做头壳，太够大汉啦。头家娘，点心是我煮互因食的啦，我著看因大家拢足拍拼的，我想讲休困10分钟，应该袂去牵到啥物啦。我一个戆下咧，人伫咧讲食头路，食头路，有头食，毋才有路，哈！啊，你这工人若互伊想好款，后摆是会爬上天呢。啊，你嘛捌做过工的人，敢讲你会毋知影？哦，看咱这个工，大家都拢真骨力啦，因工课拢知影好做嘛，啊，台嘛画甲真好啊。讲那我甲你讲哦，阮甲阿霞吼是一粒米的好姊妹啊咧，啊这工厂哦，若阿霞咧画吼，你会去拼粮啊啦。大姐啊，我毋通安尼讲啦。这洗啊手吼，还是头家娘花较好势啦。我是斗骹手的尔啦。哦，听恁大家咧讲，才知影讲这间工厂无阿霞煞袂用咧吼。啊，人哋讲新妇嫁大家，这应该嫁，应该嫁。我惊着你，听下恁后母吼，我就当做贼仔掠去爽。啊，昨暝你送我倒来是？是啊，啊无要甲你放个电咧条啊，较饲放哦。哦，我昨暝哈啉到醉茫茫啊，甲听到即马。若讲头壳疼吼，你袂比我较疼。我你怎即马咧讲啥，人听啊无啥啥。啊，都是你昨暗啉甲茫茫的时，甲我讲的迄寡话啊，害我顿去规暝困袂去，一粒头壳敢若干落个安尼，点遐顿规暝啦。你讲我头壳的病你较疼袂？我哪有甲你讲啥？啊，哪会无？啊，你著讲啥物？你骗恁母啊，讲阿霞有一卡金文财宝的箱啊，啊要来做嫁妆啊。
无啦，无影无一只，你用头咧黑白讲啦。啥物我黑白讲，是你家己甲我讲的呢。你讲你酒醉头壳疼，但是人讲酒醉吐心声哦。请问一下，这样代志是真的也假的？啊？无啦，哪有啥物金宝箱啊啦？看你这个办事，敢若无要承认哦。无要紧，我来问恁妈妈。无喏，太大了，拜托的啦。会惊吼？讲。我甲的婚事已经讲好势啊，你无代无志走去问东问西，若问出问题出来咧，我跟你讲哦，代志若变卦哦，这责任你来担下。塞，你这样，太转了。我说唔知你太转啦。无你这是咧创啊？哦，酒搁挂袂去，搁洗到过鱼空骹。你是咧创啊？就你叫你啉2杯啊。嘿，你搁真有效啊呐！啉甘咸呢？这酒我怎么改啊啦？无咯，塞，唔免你啦，拜托你开陪我啉2杯啊啦。哦，我有重要的代志要甲你讲啊。你讲啊！我若无甲啉，水茫茫吼，讲袂出来。啉啦！哦。干，你是用偏的哦啦？啉落去啦！哦。考虑讲你嘛较加食。应该啊。你这位新尊啊，你着尽量甲啉啦，吼！啉啊若够开吼，看你有啥物话做你指示。对，我忙啊。袂晓啉酒吼，着来灌规堆的啦，看你即摆有知人讲的无啊？有。塞，我自细汉就互你照顾，我甲你当做是我家己的是大人，甲阿霞当做是我的小妹啊，所以我心肝内若想到啥讲啥哦，拢是为恁好啦。哦，我看你真是咧忙啊！你安尼讲规半步吼，拢是伫遐咧说来说去，讲的拢是废话啦。无啦，我无完全忙啦。我即摆讲的，你爱听哦，斟酌哦。阿霞袂使嫁互英俊啊。他是安怎？就，哎呦，就迄落其中必有因果啦。我就是要知影到底是啥物因果啦。因果，就因为英俊啊吼，哎呦，反正阿霞嫁去因迄边吼，我生活来艰苦啦。我甲你问讲，看你要娶阿霞无？你甲我讲但即摆阿霞等要嫁出去啊！你甲蹛遮咧讲即个怨叹的话，有啥物路用啦？我毋是因为娶无着阿霞伫怨叹啦，查甫囝，我少年人也做过头的啦。心爱的人要嫁，家己讲袂艰苦，这拢好笑的啦。人的心肝都毋是铁拍的个，也毋过太悬啦。这查甫人就爱提起来放下落来。你总袂用你讲今仔阿霞等要嫁啊？你着蹛遮咧怨叹，你着应该爱家己讲一寡祝福话，毋才对。但我著甲你讲这，你是听有我听无啦？知啊，我当是这个意思咧，我是要讲，哎呦，你叫伊哦，我嘛是真唔愿啦。我无法度能够再等落去啊啦！我知影我的性命哦，拖袂到半年啦。
师，你即摆是伫讲啥？我巴肚内好生歹物仔伫咧，我搁再拖也拖无偌久啊啦。你唔通开玩笑呢？这就是吼，我赶紧要甲阿霞办这个婚事的原因啦。我敢若一个囝尔呢，我都唔相信讲我坤上啊无才调人甲请。师，也毋过吼，太全啦，你放心啦。只要咱师傅一口气伫咧吼，我一定甲你带一个某互你啦。无啦，师，我有穿无穿拢无要紧，你的病较要紧啦。我不管开偌多钱，拢要甲你医较好啦，啊！有你一句话吼，我就记得啦。师，这样代志吼，是要叫阿霞知影。啊，哦。一支草有一点露，一支草有一点露。哈哈，我找几落间珠宝店才找到呢。你看有水无？英俊，啊，这阵仔洗仔手毋是较困难，你来去开遐济钱买这卡手指啦。甲洗仔抢还洗仔抢啊，咱结婚还咱结婚嘛。啊，毋过我刚刚甲你穿一卡这细卡的手指呢。手指是代表一个艺术礼仪啊，啊，毋是咧比大细卡，那你咧烦恼啥？恁敲送讲亲情的时阵，才为了嫁嫁妆的代志，感觉无欢喜。当时阵，应该嫌我3年的手指伤细卡无？袂啦袂啦，这哪有啥通好嫌啦？好啦好啦，咱莫搁再讲嫁妆的代志啦。你后外人听到了，准我是咧娶嫁妆的，来，阿妹。手指哦，你摕互英俊看伊会挂入去。阿爸，你互英俊的手指我有传啊啦。
煞甲伊添做香啊！摕去啊！变哪爸？当我无啥物物件互你，你若看到这颗手指。一支草有一点路，一支草有啊。无声咸，怪啊！师哦，师啊，紧的啦，要敬酒啊！好啦好啦，迄鼎哦，去来啦，鼎去来啦，去。有人发来啊，有人发来啊。咱所来吼来邀请咱今仔日这个双方的主婚人吼，咱的张人爸就是咱这个亲家亲来甲大家见面。来哦，咱亲家亲，咱互我先吹一下哈。来，今仔是咱廖府甲赵府咱两府下阮的大好日子，祝福咱两府呢，囡仔一日好，二日好，日日超财有进步，一日春日春滚代代，出入好行顺。咱新年我就看看行，哎呦，咱新郎啊慢慢啊看安尼吼，来，啊，免小钱啦，做伙起来无要紧吼，安尼，哎呦，你看卖，哎呦，咱慢慢今仔穿甲偌水，红水乌大瓣对吧？穿甲偌水咧吼。好，来。各位亲戚朋友，各位厝边，大家非常的感谢，中昼安尼这日头这大都来互我请，我也无啥物人招待各位，准备一寡这粗俗的菜吼，骗各位来这行行的，来这闹热啦。我吼足久毋捌煮食，就今仔日吼嫁查囝无，欢喜啦，所以吼我亲身安尼落厨房。希望我煮的这个菜吼，各位会当安尼尽量甲用落去。阮查囝吼，就较含慢落，希望讲出去吼，这亲家斗这各位时大，会当甲阮看家，会当甲阮照顾。多谢各位吼。
祝你幸福。